好彩下日等休假时间呢，为他家手机下装那个爱版的个歌曲，其实啊，你也是歌曲出个 YouTube 单方面有 MV， 古时候太家做得去看待哦。对，总共还有陈崇飞、陈崇飞有大家好，我係鄭崇飛，我係今年對主動衝了所以還蠻早哦。今年大家應該要過去剛剛看到安法帕安 UFO 那麼有活力的這個有上音那我也帶來一首比較有活力的歌曲這首歌叫做愛版夠，因為第一個我們客家人講說螳螂是講愛弄 people 嘛，對不對？因為我們在愛那個螳螂在愛弄，就是它的走路的時候就很像愛弄的動作，對，所以我就把這個，其實它前面有一個童謠叫做愛弄 people 打完重構。假波勒斗，傻波点做，一错都用盖过，有听过吗？有听过吗？所以等一下一块曲子要念这个念谣哦，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念这样子。那我们走嘞哦。好，那就带来这首歌曲了，叫做《爱玩够》，我们来听啊，谢谢。No people 打板重构。假破來到沙漠地走，一錯都弄解到。反正我愛辦咯，我下住你愛打扮，反對帶你去辦這，愛好辦來殺掉他，愛辦他交通辦吧，辦他去辦咯辦人。就是扮他裝扮人，扮人與 CC， 從遙用一日下雨，龍鳳舞同要陪水，客家扮人要客語聽，愛喊呀愛聽，來了合作才一線 ，I know people， 打扮重構。帶你去辦這，愛好辦來殺掉他，愛辦他交通辦吧，辦他去辦都辦人，就是辦他裝辦人一 CC， 從遙用不變差距，龍鳳舞同要不水，客家辦人客語聽，愛看啊。